文創引領時代，科技賦能未來，兩者交融，激發無限嘅潛能。數碼娛樂業係香港創意產業中最具活力嘅板塊之一，無論係動漫、遊戲定還是視覺特效，背後都需要大量具才華嘅新生代加入，將創意化為現實。香港數碼娛樂業新畢業生支援計劃，正正就係為年輕人才打開行業嘅大門，透過企業合作、專業培訓、國際交流，俾新畢業生更快咁適應職場，並為業界注入新嘅動力。多謝 Gabriel， 聽完你嘅介紹，我都好期待去睇下企業同學員點樣透過呢個計劃發展。我哋先去睇睇 Nico Picto， 睇下佢哋點樣發掘動畫人才。Hello Lily，Nico Picto 一直喺動畫界好活躍，對你嚟講，呢個計劃點樣幫助你哋發展呢？ Thank you Amy。係啊，動畫製作咧係一個充滿創意同埋挑戰嘅行業，但喺香港咧呢個行業依然面對發展資源有限嘅問題。我哋參加咗呢個計劃好幾年㗎啦，希望透過呢個計劃培養具潛質嘅新一代動畫師。其中一個例子就係阿朗，佢參與咗我哋嘅原創 IP 計劃 Panda Foodies 嘅設計，仲有機會同埋我哋一齊去法國參加 Annecy 動畫節。阿龍，快啲同我哋分享下你喺呢個計劃學到啲咩？呢個計劃改變咗我嘅職業發展。除咗商業作品之外，我更加有機會參加公司嘅一啲原創 IP project， 由 character design 去到 storyboard 去到 production 等等。同埋我都去咗法國參加 Annecy 嘅動畫節啦，有機會同世界級嘅動畫師去交流，都令到我大開眼界。呢啲係讀書嗰陣學唔到嘅體驗咯。好犀利啊 ！Nico Picto 透過計劃發掘新人才，而家我哋轉去遊戲界睇睇 Skytree 嘅故事啦。Hello Silver，Skytree 近年積極將商業遊戲化應用於教育，例如守望歷險、錢家有道。呢個計劃對公司有咩幫助呢？遊戲行業競爭激烈，透過呢個計劃可以幫助我哋吸納有潛質嘅新畢業生，令到團隊更具競爭力。我哋參加咗2年，真係見證住呢個計劃帶嚟好多嘅好處。例如阿希，佢喺2023年參加呢個計劃，當時候佢對行業嘅認識唔多，但係而家已經成為我哋團隊裏邊重要嘅一員。阿希，快啲同我哋分享下啦！啱啱畢業嗰陣，我對未來嘅方向都有啲迷茫啊，尤其係揾工嗰陣啦。但透過呢個計劃咧，我發現香港有好多唔同類型嘅遊戲公司喎，例如做娛樂遊戲、教育遊戲、商業遊戲應用等等。呢個計劃對我嚟講就好似一個跳板咁啦，幫助我由呢個學生過渡到一個職場，令我揾到 Skytree 呢間適合自己嘅公司，學習 3D modeling、front end、back end 嘅建構，同埋 Unity 遊戲開發等等。Nico Picto 同 Skytree 都透過呢個計劃發掘人才，對於未來發展，我哋聽聽主席有咩想同我哋分享啊！數碼娛樂業需要不斷創新，而創新嘅創意好多時係嚟自行業新進嘅人才。我哋希望透過呢個計劃，連結企業同埋新畢業生，推動動漫遊戲產業向前發展。如果你對動畫或者遊戲有興趣，立即申請加入香港數碼娛樂業新畢業生支援計劃啦！